月11节的感动时刻有客家一条街的概念，而今天我们要带您来拜访的是原住民闽南人还有客家人并存的乡镇花莲瑞穗。在这里呢，温泉产业很盛行，独特的碳酸盐泉全值不输新北市的万里。很多人看好这里的好山好水，新建了景观民宿。今天我们带您一块来逛逛。纵谷包围，秀姑峦溪行经，花莲瑞穗山水明媚，还是得天独厚的温泉乡呢。泉质呢是属于碳酸盐泉，那矿物质含量很高的原因呢，因为会氧化。那在这个漂浮在上面的，我们称为叫温泉花。矿物质加上铁，碳酸盐泉呈现琥珀色，是最珍贵的温泉成分，也对人体最有益。而在花莲长大的客家人林长贵，13年前就在虎头山下打造坐有瑞穗山景的泡汤环境，分享温泉经。铁氧化以后呢，会呈现一个黄金的颜色哈，我们叫做黄金汤。泡汤疏解身心，放松心情后，最容易嘴馋了。常见的凤梨苦瓜鸡汤，用当地盛产的凤梨腌成酱菜，搭进汤里更是鲜美。要找的应该第一步土凤梨，也是我们客家人做的土凤梨。还有铁板豆腐，加进了豆豉提香，增添风味。客家配料搭进了在地食材，口味混搭的恰如其分。拿他们的食材，然后用我们的想法，把各种客家的食材、原住民的食材，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在地的食材来自于当地大自然，瑞穗的生态资源能吃也能玩，还能够让旅人休闲放空。雨声下的花东纵谷，伴随着凉风徐徐吹。林清河和越南的客家媳妇，把家传2代的茶园规划成了民宿。温馨的房间，淡雅的油桐花点缀。仙人开垦的艰苦，化成与人共享的在地空间。这是我们以前的茶园，因为我喜欢这里的景观，居高临下，鸟瞰秀姑峦溪嘛。移居瑞穗3代的客家人，挖掘当地的特色，耕耘在地之美，让瑞穗拓展溯溪之外的观光产业。银丝线般的粼粼光彩点缀瑞穗的耀人，琥珀色的珍宝在热气蒸腾间释放最原始的舒畅。小屋里几朵油桐花，舞出客家氛围的感动时刻。